为了减少交通事故，桃园市政府进行2个月专案来加强交通违规的处罚咯。统计嘛指出讲，死亡交通事故已经降低将近3成，受伤的事故嘛降低1成外咯。桥倒摆骑士红灯正滑，狠狠去互警察抓落来。伫车路的这款的情形是真危险，而且交通违规的情形不时地出现，包括车无停让过路人，还佫发生汽车甲机车相前要过。或者是其他相关交通意外的事故，有民众认为讲，这是因为未少驾驶无够遵守交通规则，道德心甲自我约束无够有关系，赞成警方加强执法。最好啊，加强执法当然是对百姓都好啊。怎么说？那个减少交通事故啊，骑摩托车的是真的很乱，机车往往会跟汽车争道，这一点倒是蛮危险的。危险吗？是有在整顿啊，可是我是觉得一些还是有些人对那交通的不是很遵守规矩啊。哪吒处地加上科技执法，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从10月16至12月25实施2个月防治交通事故加强执法的专案，加强处理驾酒驶车、路红灯、超速、甲路口无停让过路人，还佫有过路人违规，这5大违规的行为。目前合计取缔5项违规，39032件，较去年同期取缔增加9.5%。同期比较，死亡交通事故降低28.6%，受伤交通事故降低11%。根据统计，这个加强执法的专案为开始到今，短短50天，5项违规拢总处理39032件，死亡的交通事故发生20件，比去年降低28.6%。也若有人受伤的交通事故发生7959件，比去年减11%。警方嘛强调讲，无照驾驶较会产生交通事故，因伫咧处理各种交通违规的时阵，嘛会落实检查驾驶人驾照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